嗯哟，你回来了，哈哈，你随便坐啊。那个是蛋糕，本来想着今天买着跟你一起吃的，呵呵，想不到你跟朋友就约外面吃去了。别客气啊，要是你觉得外面没吃饱，你就吃好了。嗯，我没事啊，我喝点酒而已啊。嗯，我就想着啊，是不是？你20岁了嘛？啊，嗯20怎么了？啊，20岁了，那我们出来住了，对吧？那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嘛，就给你布置一下。那谁知道你去外面了？啊？我给你打电话，好像还有个男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男朋友啊？啊？哦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我就随便问问，随便问问，不打紧的，不打紧的。我跟你说，我酒店1等1的了。呃，你怎么变2个人了？呃，右边那个好像比较好看的啊。哦哦，你先走啊，我稍微睡一会儿。哦，你怎么搞的？不好意思啊，可能喝多了，有点脑袋痛。你昨天玩的开心吗？我才睡了2个小时。不好意思啊。那玩的开心吗？还好啊。呃，这碗里面的醒酒汤，我给你煮的吗？什么？哦，也对啊，我是不记得我之前干了什么。那你给我煮的醒酒汤，那我喝呗。我喝。哦，好像有点烫啊。嗯，等一会儿吧。那个，嗯，你们这次派对有几个人啊？懂，整个班都去了啊。没什么，我就是怕你这么晚嘛，这么晚对吧？就有点危险嘛。不打紧，不打紧啊。对了，那边有个蛋糕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你可以哦，也是啊，你手上再吃啊。挺尴尬的，不好意思，失态了。呃，那个室友啊，那再怎么说，虽然给你添麻烦了，也是祝你那个生日快乐啦。别的什么话我也不会多说了，那就先祝你生日快乐就好。然后，啊、嗯，不说了。嗯，那我拿醒酒汤去房间里面喝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啊？什么？那个箱子啊？哪个箱子啊？啊！那不是给你的啊？那为什么会有你的名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就是我们我们学校有个人的名字跟你差不多。对。哦，那照片不是你的，那照片也是那个跟你长得差不多的人，就是就名字也跟你一样嘛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对，对，你可以把那个还给我吗？
好吧，我坦白吧，我是想送给你的，但这不是，现在有点不好意思嘛。再这么说，你也是有男朋友的人。谁跟我说你有男朋友？那我打电话不是有个男的一直在跟你嘻嘻哈哈的吗？那不是你男朋友还是什么啊？发小，一个班的。你在骗谁啊？怎么可能发小成绩跟你都差不多的，还跟你一个班？爱信不信？那这么说，如果说我说如果啊，如果说我向你表白的话，是不是也没有人打我？嗯，还是有人打我？谁啊？你不是说那个人不是你男朋友吗？哦，你打我啊？那我倒不怕，我只是怕你那种小男朋友，等一下说我们俩是室友，奇奇怪怪的，然后给你也带坏名声，然后给我心里又不痛快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要是我真想吃你的话，我就要不要演示一下？哎，我就嘿，先抓住你的手，然后慢慢靠近你，然后向你吐气，再一口一口把你吃掉，对不对？我可不是吃窝边草的人。什么？那如果窝边草想让我吃，那当然奉陪啊。但是我想窝边草没有这么笨吧？哈，天天嫌弃，嫌弃那个人的，怎么可能会想被吃掉嘛？对不对？呃，你的意思是什么？我想我大概猜到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件事情。你等一下，让我组织下语言。我喝2口酒啊。俗话说得好啊，你再怎么样也不能打喝了酒的人。要是我想错了，你就不要乱说呢。我们还是好朋友呢。你不许跟我说你不跟我合租了，听到没有？先拉钩，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好啦，我说了，其实我一直有幻想过做你男朋友的，毕竟你看，你是男的，我是女的，呸，你是女的，我是男的，对吧？而且我们两个一起生活，我知道你的方方面面，甚至知道你什么时候来生理期。你觉得哪个男人会比我了解啊？所以，我有时候一直在幻想，我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是朋友吗？那好像太亲密了。那是恋人吗？好像有些步骤还没做到，所以我就很诧异。本来啊，看到了吗？这个礼物，还有那个蛋糕，都是我想给你庆祝的。然后，其实你
那个箱子里那个小熊啊，你稍微那个仔细的去看看那个爱心，有个小口子的，我在那个小口子里面放了颗戒指。哎，你先别看啊，我先说明啊，那不是钻戒，那只是我自己做的一枚戒指，不是很昂贵的，卖掉也不值多少钱的，就我自己手工做的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就戴上吧。然后我会发誓的，就给你一颗更大更好的，以后一定。然后，我想说的是，我们在一起好不好？我想跟你的关系更进一步，我想和你做一些朋友做不了的事情，和你一起就是完成你所有的愿望，所有的所有，我都想跟你一起一起完成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做我女朋友吧。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就当我酒后说胡话吧。第二天起来，我们还是好朋友，但我再也不会有这种非分之想了。好了，我说完了，看你了。我懂了，对不起啊。那我我不说了，我去睡觉了。那个，你的醒酒汤我就不碰了。希望你能给你男朋友做第一碗醒酒汤。打扰你了，对不起，生日快乐。啊，戒指，你再好好找找嘛。怎么可能？绝对不会不在里面的。这怎么不见了？你的手上这枚戒指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就知道的，我喜欢你，老婆。亲爱的，这次音声怎么样？喜不喜欢啊？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哦，还有点赞。对了，小九近期呢开启了频道会员，在 YouTube 里，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，可以收听到专属的音声哦。